子。莫怪这粮草要好好保存，也可以不能动。这是为何？遇到是两军对称，粮草相应，我的砍下军粮，叫杨元帅死后过得了这天门阿城。姑娘，你真是吃了杨鸡饭，关起一件事来了，管他破了破不了，这与我怎么过噻？又有什么关系呀？哎，此今国策为民道人，匹夫岂能不责？既然如此，你又砍下3贯军粮，我哪里是要砍下3贯军粮，只不过是要那杨元帅知道你过人的厉害。姑娘，你葫芦里到底买的什么营养啊？我。
今早我乃为真不了，身官元帅招亲信奉，两不报。请问杨元帅是李鸿成，乃是副帅。不知萧将军部下确令防在如何自教？洪耀福随着你前来索取军粮。原来是索取军粮来了。正是，小将军要取回军粮不难，不过话须讲明，此粮乃是明军所弃，便是某贼军所抢。莫非你须话言巧语，死气气人？今日你乖乖的将粮草堆下出来，这往哪里了？死死不顺！你太伺候，我就要他凭你这小小的丧财。好大的口气，那你就先来好吗？不可辱骂！嘿！我归因铁军两营团，算军粮我心宽，气氛人民到他手，恐怕不了美英传。当今送进不应全见村镇过龙泉，三军欲不能孙家，南朝抗了一声拳。哎呀！像我三关之中，兵是黑，将是山，真正能胜万转，孤孤是狼神。你这小小的黄毛丫头，尽管藐视我三关上将，呸呸，遭打！三爷不可！嘿！我回应，我三关军粮，你到底万事不还？我们要窥窥他们有多大能耐。小将军要取回军粮不难，啥子杨元帅前来赔钱讨钱？你倒还可以商量。是今小将军你这副家事，即使我们回应答应了，还不顺数，不知我手中的这里花枪，愿也不愿。嘿，你个小小三口子，尽管小崔我大闹三关信封，岂能有你？小毛官，快快与我杀！
请在上马，请你。嘿，
今天我觉得有点挂，莫挂啊！说是警卫的萧将军现在何处？我将他放在去年天的组织了。你放得今日不进，姑娘放心，我用出马大人，这样上去到下不到，七七八八上上下下，一共放了10道，他跑不了。哎呀，谁叫你帮着四次接人嘞？帮着不进，怕他逃了啊！萧将军呢，不出许乱，希为吞送他是逃离山贼。不出许乱，心中不和，这天马蹄走娘烈得很呢。想必是你委屈了人家。哦哟，他不委屈了我，我好运气了。他整天骂我们是强盗，三块你，他当真把我们骂了。完了了，姑娘，我看干脆把他杀了，舍不得。此情不了满境，正当用人之际，这是娘家世代重量，你姑娘岂能枉杀无辜啊？那我去把他放了。哎呀，放不得，我还要用力啊？为啥用？不用力问，是不问我有些明白了。莫挂啊！你看萧将军的武艺是何？嘿，他的武艺要是再好上一点点，姑娘你就进不来啦。那萧将军的人品又是何呢？谦谦虚虚、白白嫩嫩，可好比纯公一土。莫挂，你的看法总与你姑娘一样的。姑娘心里的事嘛，嘿，你明白了啊？我怎么还糊涂着呢？啊！哎呀，真是一个大莫挂！还不用我带萧将军？是。带萧将军。是。哼！萧将军，我不应。你把萧少爷请上山来，杀也不杀，放也不放，受逃的。姑娘，咱家原事嘛，你就把他杀了，我们还好录个证据。来呀，哟，拉下去，开了。是，慢。谁让你们同谁嘞？还不与萧将军送榜？送榜啊？送榜。萧将军委屈了，哼！莫挂啊！你看他还凶得很呢。不凶啊，那是早就成了。no，退，还不与我下去。是。萧将军请从。我是土里不可捐，大丈夫苦茶不可领，要知道几遍你听，与何必家人家里共责任，要怪要杀要死意，君有理，这何令他当死死。萧
乱阵波转挂帅印，李公子，我某就是三军子，我就是炎黄天山的玉外甥，你可知热血纷转总是无，血泪飘逐马革故事中中归。你可知山上英子终身娘，一个一个自称沙场女为民。你可知八股就已经妇女，金钩提马短短千里破了冰。你可知我为民心的杨宗敖，这是元三关长江永关三军。你可知千古风里的沙哑？那根扫虎棍啊，比你那支梨花枪还要一十分。堂堂三关新红娘，东征下关女人，你是那黄陵三奇军的王。你此去情乱真何命啊！王一本的两个，你有什么好笑的？想你皇子杨宗保，黄颜不知地狱高，杨家聪明我且是，且听姑娘表一表。老太君得到皇中送不老，杨元帅终于的主正气好，总说为国捐躯存千古，终生生弃官朝，官三朝，把不就一介银幕，少妇的丫头不啊你高。杨家的爷爷奶奶说说声声无不依，一个一个的对的龙头无恙。这一你这个杨宗保，你的滔滔黑的，你的滔滔黑的，这是一封大龙包。你听我放到贵州啊！捆绑着舞蹈中把几尊妇女高，为什么你在山山落了草？嘘嘘嘘嘘呼，厉害少，听我说，英勇杰勇了恰配你，谁见了马把骨髓拍飘？你不要轻口自忘，我还要与你比试较量。那真要比，君子岂有戏言？丁姑娘，如果我两面相前来战战，就见姑娘。小将军，他是三关后人，他还有你的三关上将嘛？
满将军可是为他而来？是啊，把王才做害了，保卫我家儿说。将军一定要比莫会有事当奉陪，不过有天在先，事实必是在说。小将军，你怎么这样？神明你的处置好，不过小将军便是失身，我姑娘要你留在山内做什么？难道让我做个寨主不成？不是寨主，而是做个寨主的驸马爷。我夸你，姑娘，你不念语。小将军，你念。大总管，我查儿子是必死失身，一切由我负担。嗨，慢！还说是让我归隐输了你。对，莫财主，要是你输了你。莫归隐说是必死失身，愿将10万两朝以小将军亲自送往塔营，为君请罪。好，小公官必死得身，莫归隐下山归送，莫归隐是我们的了。小公官必死得身，还算在早为驸马，莫归隐也是我们的了。好买卖，好买卖。莫财主，此言必行啊！当中自珍。好，小公官，你取他必死就了。我要与你把不存阳，把金币愿着我们去攻剑来，去攻剑来。小将军今发死身，莫归隐心中佩服。既然不了，还将10万军粮送往三关塔营。且慢，难道你有反悔之意？言之山岂有反悔之理？那就去。你的剑里废了，哪里就速停了。小本官，我归隐把月挂金钱的死刑谁断了？死刑断了。小将军，我输了他。这混子你，他就是在今
请与我做婚，你可知何？我会迎谢过二嫂。二嫂，二嫂，我小姐自翠平毛，今日最好，拜堂成亲，怕生见老。恭喜姑娘，恭喜姑爷，恭喜姑娘，恭喜姑爷，恭喜姑娘，恭喜姑爷，恭喜姑娘，恭喜姑爷。
桂英这个娃娃当牌了啊！那你二姑与众包你，小本官两次被魔鬼挑下马来，至今陪情上山。二姑们上山陪情去了。真有此事女人吗？你的很呐！我会应不会死，将死。其君娘生中好，不与儿去了兵，我的人许他特死。秦王在安人去传秋，再与我陪马上山。大公，此去需要多得什么？死说不准，你我亲生娃娃的得罪。三弟，本帅此去必为教尊，儿子请也。大公，你要去请哪个爷臣？我会也。大公，难道你还疯了不成？三弟，我却问你，三官儿子死边长江之中，骄正莽娘，无你死后，我算他人不讲。那么总报你三官24员长江之中，他不输第一，也输第二。哇，输也输了你堂堂主将，在那么闺女抢下北京的北京8城的8城，此次快来，我闺女可真是三官一体。少将军为宜，少将军为宜，少将军为宜。恭迎进章。快进府，我说，众把军粮空是苏云为，并不帅，军粮是所有为正在云王而应总报教令。众把听你三说言道，你怕人为敬，怎么今天为把军粮都运回来了？并不帅，二人莫口在，还那么诡异，竟让散去了。亏命外有你射出此话，这那么后来你那什么拿的狂杀？是请不帅是谁？大公，恭喜你了，恭喜你了！这喜筹何来？小公官在我国内遭了气了啊！那么本可人一同下山而来。不帅。两家媳妇。
王亲来说，不愿同孩儿下山，这又为何？他是那宋金国勇是兵坛，三问他应此王君。此去不但讨回了粮草，还今你去了这也不惜乎。况此行与你二人主婚，这犯了什么军纪，要是什么制裁？起来，起来呀！将我杨元昭，身为三关一帅，岂能徇私枉报，听战不好？大哥，快点为你们当这是了小混混吧！来呀！将杨宗保抬出云门后山。大哥，下面，大哥，
望见母亲良久。你千岁驾到。千岁，母亲严走的苦心，让千岁母亲能明察秋毫。本日自己都这么重要，今日你故意魔鬼到！小姐，请。我小姐不得三岁，来到三官大营，有何贵干啊？请问元帅，小将军身怀国才，因为要帮助辕门河山。本帅为何腰斩作保？小姐心也明白，何必故意投问啊？还要我小姐测死了啊！公弟。
天王的诏曰，三官元帅杨延昭率方中为赐予不准。莫归因谁有文好无略，只能是在莫国在多年落草为去临近官道，谁推我他手可以从用。三官谁曾有杨延昭之当，不可为此弃子谢恩。杨延昭之子。将才华，君有所不成。来，本陪王进军，演他死同王。谁风雨的早早都是为本之妻，不随君命。把燕王请谁？但让你取兵为仇，要不顺万岁光彩，却本女待谁？以我所知，为朝不自。苦菜心。
与你边上的同胞松石江山，谁知朝廷不用。我虽不曾少年夫妻各是东西，可是总罢，我在此后帮你自己多加报酬。贵人，贵人告辞了。贵人。三万万万岁！
小我就要成寒夜不放，小妹好有一计。有好计，快快讲啊！那么为杨宗保心中分配恩爱对吧？就将杨宗保留在狱之中，小妹接过了这个